关宝林地是这食物中毒的事件，讲中毒的个案拢是食炒粿仔条甲河粉、这两种拢是用米来做米浆来做的，所以有医师来推测，可能是甲米甲菌酸这种毒素有关系。讲这种的毒素都是来自保存了无透冻的发酵米，讲这种的毒素只要一呼吸，就会害人的命。宝林地区的官方网站，这项出名的炒粿仔条是因的招牌菜。除了粿仔条以外，还有豆芽菜、青菜等等。如今爆发到疑似是食物中毒的案件，即卖外界咧烦恼，这项招牌菜恐惊和中毒的原因有关系。米酵菌酸这个毒素本来存在于被野毒甲单胞菌所污染的食物上，连啤酒还有其他的这些食物的污染里面都被报告过。这一个毒性算是比较强的一种毒物。医生推测，其中保的卡和米甲菌酸的毒素有关系。米甲菌酸是来自保存无好的发酵米，或者是米类的制品，譬如讲河粉、发酵番麦面制品，或者是浸过的木耳等等。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和澳门市政府过去就捌提醒，这个细菌在土里以及食物中无处不在。米甲菌酸内质最佳成长的温度是摄氏37度。若是米甲菌酸中毒的病人，可能会出现腹肚痛以及头等等的病症。上严重者可能会致使肝功能异常，甚至死亡。加上这不是病菌，化验嘛验不出来。黑龙江鸡东县发生一起因家庭聚餐食用酸汤子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，9人食用后全部死亡。上届出名的就是2020年中国酸汤子中毒的案件。当时一个火仔教的人做伙食饭，因为食到自制冷冻将近1档的酸汤子了后中毒过身。酸汤子就是用番麦水磨发酵了后的粗面条。它本身直接会造成我们的呼吸的这些传递链的终止。那讲的呼吸不是你的肺的呼吸，是指你的细胞的呼吸作用，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。台大急诊医师李建忠也讲到炒粿仔条，让人想起医学上俗称的炒饭症候群。自食的米饭可能室温超过2点钟以上，都有可能产生一种特殊的仙人掌杆菌。这个细菌炒过了后也太袂死，也毋过食落腹肚可能会致死中毒。最近都有美国的大学生因为安尼来过身。是讲到底这边宝林地区的食材敢有各样，更需要相关的单位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